联国火灾前目前有18人死亡，6个人失去联络。昨夜出现2架机警报引起惊吓，甚至有囡仔伫咧人阵内面拍无机。民众展现爱心，要去救灾出来塞车害大型机具塞伫车阵内面。但政府表示讲，交通管制也非常需要大型工具机关。第14届花沙安全论坛，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发表专题演说，也国军现役将领进行武谈，或者是认为讲咱的外交有新的突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目前已经有18人死亡，6个人失去联络。这其中也包含今仔日伫咧光复乡嘉里洞推到一位罹难者，确定是农场生出来员工。目前这复原的进度是无微无质伫咧做，不过昨夜出现2架机警报引起惊吓，甚至有囡仔伫咧人阵内面拍无去的情景。前世离搬运搜救行动第2届出现新进展，救援人员伫光复乡嘉里洞烟花，就是马太安溪下游的所在，发现一具男性遗体。不过，伊遗体情况真严重，外表拢看袂出啊。经由检验相验比对基本资料，确认死者是伫大同村失去联络的农场员工生出来15人，拄好离9是头七，每工拢伫现场着急等待家属讲，就会使互爸爸来安葬咯。这几天真的很煎熬，听到那一刻确认是爸爸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谢谢所有帮忙找他的人，真的带爸爸回家了。我们明天就针对米站大桥再往出海口的方向，再针对岸基的搜索。佛祖街336巷的部分，我们一样有请那个重机具，就是怪手这边在持续做开挖。河的2侧是我们那个就是最近搜索的热区。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灾害第7天，搜救单位依然全力伫找失去联络的光复乡民众。不过前1天确实发现2摆假警报，造成7天救灾人员也个民众拢真惊吓。礼拜1天，城市中道讲是马太安溪上游又个又流出来，暗头西区市府警察误解这个指示无确认情况，就直接通报发布。花莲县警察局讲的，追究相关责任进行内部的处罚。甚至有小女孩走失的这个状况哈，那好家在由国军弟兄来找到，那整个花莲县政府就像放养的小孩子，一次的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已经在昨天联系了花莲县政府警察局的相关说明的作业程序，会透过这个乡公所村里还有警车、消防车和垃圾车来同时发布这个。警报！推出中央有发布影片，公中若上游达到红色警戒，而且必须撤离时，会由农业部林保署通知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再由管制中心同步来通知各派出所统一发布，也提醒五秒底鸣叫，停止5秒方式来进行播送。就今日唔对假信息引发民众惊吓，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及时澄清，也强调必要时会依照灾防法第53条处以徒刑、拘役也是罚金。另外，新北特搜队连续7天，总计736点钟，一直伫救援支援任务结束了后，也向这片受难土地致上上深的敬意。也若即阵当地受花莲特搜队甲国军共同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有上百名受灾户去互安置伫咧大建国小，真也考虑到这学生特别来复学，灾民也可能爱刷走。因若这中央提出着灾民大旅馆的补助方案，只有20个灾民有意愿。上届主要原因就是讲这家园需要复原，灾民也是希望赶紧来整理。另外，这光复国中受到大水霜，当校园是规个路苍苍，敢会当恢复上课呢？目前也阁唔知影。学校大礼堂看完简单的床架啊，满满的受灾户只会当困好卡。多数人透早就起床，登到厝里去摒扫。也毋过大金国小收容所要被暂定安置。大金国小这处收容据点安置了数百位的灾民，但校内却贴出公告，要求在29号开始搬离。表明这个通知讲是考虑地区的囡仔特别复学上课，爱停止收容。也毋过政策也无到直接临时罚停。这又是学校。你学生如果想要回来上学，又要再赶人了。你把我们迁过去，然后那我们怎么回去？说小孩子要上课来讲啦，那谁要接送？花莲光复乡在后第7日，当地客家清理也未完，真侪灾民有厝无法度转去，中央也提方案，补助灾民住宿每人每日相关2000块，上长会当住14日，也毋过补助上路了后，根据目前统计，只有20人有意愿。
目前7+7上路3天来说，因为我们需要每天等待社会处以及原民处造册有意愿转移的灾民，那目前来说，我们只有大约转移20人左右。当地旅宿工会继续协助暂时收容，同时配合志工大房。也不过使用补助方面，政策已经开始3日了，初步成效并不明显。他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对，我们宁愿住在这边，好随时去整理自己的家园。是最后呢，其他我们自己要负担了。对。对，自己像连工作什么都没有了对，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怎么办？补助上济14日有灾民认为，一直搬来搬去，不如提供长期安定场所，也有受灾好环境。虽然利益良善，也不过更加希望用伫灾后复原，和登记厝的日子别个向也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大水退了后，现场是乱糟糟。花莲公路继续伫咧大摒扫，有民间的车厂出动6台拖车来，甲这受损轿车拖出去。环境部也做统计，目前已经有甲这5586栋的粪扫清出来。也因为真侪人要去斗3工塞车去到现场，地处这爱心车队和大型机具拢塌掉的，甚至就要有这通行证才会当入去。花莲县政府就表示讲，有警察伫咧现场看情形开放，也强调讲伫咧现场。确实真正需要大型机具来到支援。拖车一台接着一台，将光复市区遭洪水吞没的车辆拖到大农大富的暂置区。可以看到有许多车辆几乎都是已经全毁，身上都是泥流、泥巴，车辆也都压扁。车一台刷一台摆伫个空地啊，有的外观严重变形，有的顶悬拢焦透霉膏啊。花莲公路乡持续清理作业，几600台雨水冲歹去的车本来卡伫市区，车商甲民间加入免费协助清理。那目前的话，至少是先投入1周，那滚动式调整，那会针对整个重灾的范围内，影响救灾行动跟那个通路的车辆，那不分品牌优先拖掉。有车厂出动6台拖吊车协助，目前大龙大富已经放差不多160台车，一定会当放到200台。不过后续车主要安怎顺利处理报废车，这是一大难题。那总共昨天投入的一个机具是229台，人力是403人。那清除的垃圾完少1586公吨，有部分的家户已经都把都清掉了。清运行动持续，不过即马真侪人甲车拢拼入来救灾。公路市区传出有大型重机具无法度入来，爱有证件才会当通过，引起争议。对这代志，花莲县政府解释，是因为公路市区的路上细条，维持单向通行管制，以现场环境看交通状况开放通行。抓斗车以及我们运的自收车，这些都是需要的。然而未来还需要的就是洗沟车、清沟车，还有吸泥车，以及我们洒水洗街车这一个部分。花莲县政府是讲，也是真欠缺大型机具，包括山鸟、叶仔车、怪手等，拢欢迎打电话予县政府专线，嘛大文征求各界协助。讲复原工作也是真艰难，望志工团体一旦持续投入，赶紧予公路乡的风景一旦搁看得到。记者采访报道。自从花莲公路发生灾情了后，各县市的消防局也拢派人来支援。其中，这高雄特殊大队经过4天剧烈搜救了后，下晡也登到高雄基地。市长陈其迈除了到现场颁发慰问金以外呢，也予这特殊人员2天的公假，希望因会当好好休困。你若拢是土山的，国是救灾车，登来到基地，放山湖1楼的隔工就出发去公路乡救灾高雄特殊大队，离到技术任务登来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来到现场迎接，行礼致意。谢谢大家，谢谢。花莲公路乡受灾严重，各县市消防局接到机关的请求，拢来到灾区搜救。对公路乡中华路有走过到马太安溪溪床，林肯员甲搜救狗行入去巷仔甲徛家内底，唔若找人，嘛爱救搜救狗。发现 Mina 跌入那个泥潭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是吓一跳，因为她就等于同于是我的女儿一样，所以就是心里是非常的担心。是没有一些明显的外伤的。那后续几次的任务也是有持续监控他一些生命真相啊，还有一些肉垫的受伤状况是都还 OK， 所以评估是可以继续执勤的。大水地灾区留下真侪烂土，唔拿予搜救狗打坑落落去烂土区，现场也真侪山流的水。搜救人员真无简单，地2公尺深的烂土找到罹难者，运出来时也真危险。力量很大，所以你光要这样子
要渡过去，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用人力的方式去把前面的水流让它分流，然后把大体放在我们人的后面去保护，然后让它这样子渡河。搜救到甲红仔里佚佗，尽管搜救环境比去年花莲强烈地震更加困难，45位救援英勇甲5只的搜救狗，有缘伫有限时间内底圆满完成32件找人，也是按地这任务，最后在区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一寡搜救人员，也来讲到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目前内面的水虽然是存600多万吨尔，不过依然是维持红色警戒。前内政部长李丰源今日就表示讲，这供应的问题已经降低，应该确保水发生的危险性。另外，一直伫遐感谢这阳明交大团队学者赵义安，就把这届做大水的相关监测资料公开，希望让政府当作未来防灾的参考资料。为林保署的及时监控画面，会当看到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量比进前更较降。目前8点关度82公尺，村的水量610万吨。有关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29举办崩山湖防灾检讨会，要实境白光现象可能造成二次灾害的前内政部长李丰源强调，白光现象的问题大大降低，目前无啥会水务风险。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因为目前的这个渗流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610万吨的水，那这个水当然包括泥沙哈，可是呢，下一次的台风或者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地震，会不会引发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个效应？伫马太安溪桥水头，解释为地动信号测站的阳明交大团队学者赵维安公布崩山湖溢流的时，感测信号甲崩花大水的相对关系。2点54分的时候，微地动已经产生了预警，那所以从预警走到水流已经接触到想要保全的这个区域，大概有20到30分钟的预警时间。赵维安解释，23下到2点20分监测到最为开始下水降低，是第一波警戒信号2点54分为地动站的信号回传，显示激烈跳动3点12分，系统内看到大水当日经过北华测站3点20分，马太安桥的最为低信号中断，强调透过多重监测工具等于公布监测溢流的水况。另外，学者有警防烦恼一般河流涨起来干扰救灾。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一般的河川易淹啊，现在主要是光复堤防目前是冲毁的状况，部分河水是会往市区。赵维安赶快示警，水配河床已经封贴管，河道相对较会吸察到，雨量无大也可能造成灾害。未来只要有规模无大的崩旱，都可能产生二次崩山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做大水的时阵呢，这马太安溪桥也去互冲断去啊！这大九线未通，交通就爱行193管道。目前呢是有启动这交通管制，为了要互救灾更较顺利，交通部按算做便道，伊要伫咧10月中完成，也要伫咧马太安溪桥向水头的方向50公尺，搭一个钢铁便桥，按算伫咧旧历过年进前要来完成。怪手无形前后底，马太安溪桥被冲下去，互大九线断去。交通部规划短期按先完成后底涵港便道，疏解交通需求。不过，其实大量车流已经先进入193管道。年假期间，真侪志工想要去花莲光复乡协助救灾，不过爱随路行真下193管道，造成真大车流甲车祸。虽然已经启动交通管制，所有塞车情形，不过民众希望便道能赶紧完成，再上不足都免过细节大连。你要是水大一点，这个变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有人管制，怎么了？这边好像有一条嘛。当然是不方便，要绕比较远了。因为交通现在就是走那个193线，很塞哦，要绕啦。交通部计划10月中完成南北各一条涵港便道接大九线，已经历时间了后，等互救灾车甲小型车更较顺利进入光复灾区。要地方平台建议应用原本桥附近代替旧崩坑来起便道。这个隧道啊，不像我们一般的车型隧道，它的宽度啊，宽幅大概是4.1米左右。然后它的高度还有照明的这个设施啊，是不供通车使用的。就是一样2处南北各一项，然后会往那个就是接到台9线的部分。
因为圆桥两边受损严重，交通部目前规划伫圆桥水头较无偌远的所在搭更便桥，共款伫遮快过马太安溪，按算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应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最后一天，游园有真侪志工去到花莲协助复原。这煮食的刀子呢，一直拢无停过，一直煮。针对二批有技工要送时代的技术，互警方查落来。花莲县政府表示讲，因会检讨，也宣布讲，今仔日呢有订25000粒的便当，会分做中昼和暗时分配送。排骨伫油店内底只甲潘公公总破塞，煮食双手拢无停过，食饭时间一个到，民众甲志工拢来排队。刚好国小甲马太安中路教会这所在拢有技工煮食团。我们大概今天准备了多少份啊？哦，1-2千份有。这2天是不是有遇到那个食材上不来的状况？有，昨天被挡在外面，上不来。今天做饭还顺利吗？物资上来还顺利吗？可以，今天超忙。有类别听讲，包含义工煮食团这物资车防阻挡引发民怨，官府也系实地讲，因为交通真太严格管制，今后确认参加救灾会随放行，避免搁再有延误送到位的情形发生。义组团的物资会顺利进入吗？针对了整个光复市区的那个交通有重新做了一个设置，只要经由那个我们公告的路线来做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花莲县政府离岛也讲，已经将按25000个便当来供应灾区，中昼甲暗时分配来配送。中央也由农粮署支援，每天准备便当送到指挥中心，再搁由国军甲志工协助赶紧分送。中昼是12点半，暗时是6点左右来发放。海巡署甲花莲县府人员也用卡车巡回方式，伫光复国小附近来发送便当。有受灾民众讲，这是过去6天以来头一摆领到便当。第一次拿到啊，第一次啊，在6天都自己买，都自己买啊。真侪志工来到花莲，交通部观光署也伫光复车站设置志工的咨询站，然后有大需求会再去现场来登记。原本另外提供线上登记，也不过其实做到部分民众误用，真侪旅游有大使用。想要住宿的人宣导，如果你不是志工的话，应该优先礼让志工能够来住宿的需要。5点06分那班没等到，下一班是5点46，挤不上去。为了应付这个救灾需求，台铁公司也宣布，国河站闸门全开，提供旅客入站的坐车证明单，免排队买票就使直接上车。了后，就搁到回程车站补票就用的。连假最后一天，真侪志工必须爱登记上班上课，就惊减少这侪人力，互中间脚步更加困难。后续复原进度也真受大家关心甲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花莲公路以外，这南环公路东段已经是断7公路，这公路桥已经成创一条人会当行的路。台电28暗内修复地丢甲武路这2大用电，不过受到这交通中断闸的影响，山区有300多名的村民也搁掉伫咧内面。加在这部落的少年人有组一团，大家拢是行6公里，差不多是派60公斤重的物资登记来到山区要发放灾民。南海公路东段道路受损断去，山区300外居民受困1礼拜。公路桥抢修出进行变道，已被部落族青年自发组成6人爱工团，爱海团乡公所甲兵役代表准备物资，每人派5到60公斤，行将近6公里，佮将物资交予伫路咧等的村民手头。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有加一个差不多20公斤、25公斤的油，对，然后再加一些罐头类的。会比较重，然后一些小朋友的奶粉跟尿布。暗过台电台东区处经过自备自治的清修，暗时全面恢复武路甲离岛村300外居民的用电。公路桥自九继续清修，菜合棚巷口的土桥也清空。目前这村蛤蟆路段也在清修，按算31部下大货车行便桥，河山区农产品送落山。因为交通受阻，南怀部落国小甲离岛分校为顶礼拜就停课。不过，教师节3日假期就要结束，部落国小30是毋是继续停课？县府表示，迄个甲相关单位甲学校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伫咧波兰的首都华沙举行。这届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受到邀请出席，而且要发表专题演说，重塑全球民主供应链。这场会议上届特别的是国军现役将领，也就是这国防部前处室的处长谢日升伫另外一个场处，也和美国的退将进行晤谈。学者是认为讲，这也代表着台湾和波兰的外交有新的突破。 人伫波兰华沙，外交部长林佳龙收下乌克兰国会议员所送的点影书，内底一张的相片记录受战火破坏3年半的乌克兰景象。也咱自波兰代表处也甲乌克兰基辅市签署绿色囡仔支持计划 MOU， 希望协助乌克兰民众早日重回正常的生活。台湾 has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Such as Poland,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ithuania, and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upport of Ukraine. 其实林佳龙此行到波兰是应邀出席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要伫当地时间2到发表专题演说，谈重塑全球民主供应链。因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前访问欧洲，最后一站也是到波兰，甲波兰外长希科斯基会谈。最后林佳龙上来到访，被认为是两岸中间新一波的外交攻防。事先就宣布，你等于说很明显的波兰他不担心，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抗议。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另外，论坛也邀请咱现役将领、国防部前处室处长谢立升，伫欧洲战略基础建设的欧洲洞察场处内底，甲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前北约欧洲民军最高统帅布里德罗佛这人共台晤谈，甲以往比较真罕你看到。军事的合作或是交流，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环，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新的发展。学者认为，台湾甲波兰伫面对中国甲罗西亚普什地带侵蚀扰乱有相关经验，应互相分享学习。而且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爆发以来，台波伫军事安全、科技上合作是愈来愈明显，凸显台波关系有实质突破。记者综合报道。 国造的畅水南海军号目前还阁伫咧测试阶段，不过上主要推动的这黄曙光说是辞掉这国安会咨询委员的工作，因为这海军号海上测试这时间一再延前，外界拢伫咧要讲这黄曙光将可能是用司机当作副机。 国造将舰海军号还阁伫咧测试的阶段，但是总统府证实，主要推动的人黄曙光请示国安会咨询委员，10月7日生效。黄咨询委员因为家庭的因素，向总统请辞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一职，总统几经未留，最后免予同意。黄曙光2016年升海军司令，任内处理包括将舰原型舰合约设计、细部设计加造舰等作业。 2021年退伍接国安会主委，加将舰各组调一人，但是2024年海军号停工测试最后阶段是调一人，这么个是主委完成阶段性任务。争取到友盟国家提供红区装备，对前舰来讲是最重要的关键装备的部分，因此。 黄曙光先生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因为这么海军号即个完成3遍海上普航测试，困难度国家馆的潜航等测试也未开始，决定无法度伫9月完成海测。外界认为，黄曙光这个时阵时，敢若是要负政治责任。本来11月要交接的海军号，怎么可能会变？应该是会做最后一次前复航的所有完整的测试。那后续之后的海测。 会由浅到深，那安全把它顺利的完成最重要。如果真的有超过11月，我想合约上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大船讲，这边的普航要验证海军号的潜航条件，会伫咧安全考虑下，暂不完成规划。想办法把东西摆上去以后，再来想办法整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也一个高风险的。这整合的问题，我在猜，大概一直在困扰着这个。 将舰体系出身的前参谋总长李启明认为，咱国这么拄到系统整合困难的问题，因故也是希望各组将舰会当顺利承载国军的防卫力量。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火无情，这生水就要特别注意。这屏东的马家乡苏拉湾水墙今仔日搁再发生事故。早起10点外，这屏东消防局接到通报，讲一个印尼籍的查甫人渡水。
因为这山路是真歹行，对这画面啊，人看到讲，这警消人员赶到现场时阵已经是下晡1点多，甲人救起来时阵呢，就已经无喘气心跳。警消初步了解是一阵印尼籍的外籍人士烧焦去水墙生水，其中一个出来渡水。这个沙拉湾水墙是部落的圣地，入去到山区呢，就要申请入山证。台中有一个姓叶的查甫人，是西屯一间卖厝中人家名店的负责人，对被害人指控讲，伊对2020年9月到单，用这代管厝体投资挺好食红等理由，赚超过20亿。这个姓叶的查甫人，伊逃走出国，互检方发布通缉，而且对泰国回来时阵，随即互警方抓起来，送到地检署。目前台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这个姓叶的查甫人，就是西屯区一间不动产家宾店的负责人，因为涉嫌吸收资金超过20多亿走出境。27暗，因为泰国飞转来桃园机场，就获警方逮捕，随着送回台中地检署归案。认定叶姓被告涉犯诈欺取财、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等犯罪嫌疑重大，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有逃亡之事实及灭证、勾串共犯证人之余，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姓叶查甫人20走去泰国，26号交防注销，台中地检署也发布通缉。伊家己知影难道法律责任，也伫27回台。28号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被害人指出，姓叶查甫人为2020年9月到这个月初，以利用投资贷款厝顶的会议，讲有动门的利益，和亲戚朋友同时提出资金，有人甚至要去民间贷款借钱，欠大笔的债务。伊伫摕到20亿资金了后，就无消息。目前估计大约有50人受害。他连最后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调了50万的现金，那总金额的话现在3300多万。我们的政府单位出来，可以跟银行协商了。我们这些人不是不愿意还款，而是真的无力负担。受害者表示，对于敢会当摕回来资金无抱希望，也计划组成自救会，寻求法律协助。规个吸收资金案，敢是还有其他的共犯，还是有集团涉入？检警也要进一步的追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个70岁阿婶，伊去因外不管的头路，替人办代志，前时阵叫人派去台中收钱，却互警察抓起来，而且知影讲家己是咧做诈骗的共犯，互这诈骗集团利用去啊。警员伫大路将这个富人人抓落来，超出相关的小铺甲现金。富人人甲警方讲，家己只是奉请的外部官。你拿完之后拿给谁？我不知道拿给谁。阿姨，知影这是车手的工作？我唔知影迄是车手，伊是讲怪物员啊，因迄拢有答应啊。警方详细盘查，发现富人人已经70岁啊。富人人向警方表示，家己因为脚头虎疾病，走路无方便，也毋过因为欠钱生活，透过网络找投资公司外部员的工课，为台南到台中来收钱，并讲家己唔知影是替诈骗集团做车手。台中市北区一处大楼契货前来面交34万元投资款，且高龄70岁之陈姓女车手。陈贤虽辩称不知被诈骗集团利用为车手，检方依法将富人人上办，检方也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诈欺规则文书、加洗钱等罪嫌起诉，向法院求处1年2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专家指出，最近几年诈骗集团为着洗防火墙，出款的车手也渐渐为青少年转变为外籍人士，还是有年回人。有时候你觉得要帮自己增加一点收入，结果呢到社交媒体上面去看到人家在应征工作，会利用这种知识比较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比较没有受到不知道社会这个变化已经这么快的这个情形的人呢，你就可能会误入这个歧途。犯罪专家指出，年长者担任车手的比例愈来愈悬。一寡诈骗集团都是看准年长者想要食家己找工课的心态，以外部工作也是免经验做包装，吸引唔知影的长辈到底诈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9月29是世界心脏日，根据着这中华民国心脏基金会观察，最近40岁到60岁男性，这心梗塌的发生率有增高，而且这心脏病患者年龄有降低。这医生也提醒讲，观察少年患者上界主要的是高血压和食薰造成的。若阵出现胸腔杂杂一痛，上好紧去予医生看。
有专业人员辅导民众线下学习 CPR。9月29是世界心脏日，专家提醒，即阵啊出现心脏病患者年纪更加出色。40岁的病人，他是院外猝死了，他胸痛就倒下来了。不过他朋友很快把他急救啊，不要只有说大家都在一直叫啊，都在叫医生，可能都没有人做任何急救动作。医师分享有40岁的男性个案，因为冠状动脉倒前杠机塌去。歌唱一半，煞熊熊发作。也有一个42岁面点的头家娘，腹肚无爽快，想讲是胃肠问题，拖2-3天煞熊熊昏去，才知影是心肌梗塞。也有接触刚35岁的少年患者。可能就运动比较少，压力比较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心血管疾病当年夺走2050万条性命，排全球死亡原因第1名。另外，心脏基金会嘛观察，这几年40至60岁男性心肌梗塞发生率大幅度提升。另外，佫提醒，绝对袂当疏忽食薰这项危险因素。心脏上面血管发生问题，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就是胸口的不舒服。这个是常见，但是它的表现其实是千变万化。在台湾，50岁以下的人发生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原因有2个，一个就是吸烟，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因为30-40岁的中壮，他可能没有高血压啊，他也没有糖尿病啊。心脏基金会指出，食薰的人发生心脏疾病，包括心肌梗塞、心绞痛这个疾病，风险比无食薰的高2至4倍。呼吁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也是家族病史的民众，爱量早戒薰。另外，规律运动，定期监测血压，随时监控心率，远离疾病的危险。记者采访报道。台北市公馆医权改建行早起，这工期进度来到98%。市政府也宣布，讲早起6点开始开放通车，也因为这医权拆掉一寡驾驶呢是无熟悉，驶起来有淡薄惊惊。那副市长李树川也去到现场视察，伊也讲明仔载是上班日，这是真正挑战。伊9月毕业声一声煞一声，暗过眼前这台车丢拄一个向前验着，退后验着，就安尼卡伫路中。台北市公馆医权修改工期经过17天，进度达到98%。伊到早起6点正式改造正交路口，搁开放通车。第一天上路驾驶有点乱，过路人甲汽车骑士也拢需要时间来适应。往万隆那个方向的，还是往永和那个方向的，都会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下自己上班的时间。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还是习惯旧的那种。像这一条斑马线刚刚经过，就是还不太熟悉。通车第一天，车驶到路口，拢明显放慢车速，对专心为标线行。除了如福和桥往罗斯福路方向骑车爱2段式倒换，其他骑车拢会直接倒换。不过也是会大专区提供予唔敢直接倒换的骑车用。其实不管这个东往西，其实它是可以左转。那这个本身北往南，它也可以左转到基隆路。那原则上这个可能大概习惯上还没有改变，我们会来再做一个先导。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巡视车流状况，伊表示30上班日这是真正挑战。市府已经准备好会增加人力协助速度，同时调整后置时间，因应可能的车流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四湖保寮最近伫咧宝华边出现30外地废弃物，内面拢是一寡砖仔甲碎玻璃等等。环保局已经调监视器伫咧追查，上重会当关到5年，罚1500万。30外包的太空包，内底拢是人单调的砖仔甲、甲茶帮等等的物件，放喺伫咧云林县四湖乡保寮的宝华边啊，民众看到这个情形，拢感觉实在是真失德。唔知这唔知安怎来嘛？唔知，这不能很管嘛，对吧？对啊，也是要啊，因为像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注意到，就会有很多人都跑来这边乱丢东西。当地有民众讲，连假前几天就看到货车驶入去宝华2界，甲一地太空包放伫宝华边。伊当阵伊就是讲是时间的车，想袂到内底放的拢是营建废弃物。针对这点，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已经有调附近的监视器积极追查。检查内容物全部是营建混合废弃物，现场没有行为人。目前协调警方查阅监视系统当中
由于该处经查是属于经济部第5核trang分署权管的地方，我们目前协调核trang分署可以紧速来清除了哈。环保局讲，若是查到行为人，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来上班，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若无找到行为人，最近会依规定，函请看守单位赶紧处理，尽管理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成中伫个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阿里山邮局花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食物。这款的邮局花伊唔惊可花对土白要求无悬。家己大学的研究，佮研究出这款邮局花伊的经济价值。这绿草香农会特别甲家己大学合作，伫个绿草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那协助推广复育，也希望会当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业。农会员工按照白块的距离，甲阿里山邮局花一丛一丛种落去土，为着要呼吁阿里山邮局花，家己原绿草乡农会甲家己大学合作，要伫这2分大有机农地试种3500丛的阿里山邮局花。它原本是高山的作物那下来有用一些仪器测一下，它在平地应该还是可以过得不错但是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毕竟就是一个试种嘛。阿里山邮局花是台湾原生特有种的食物，上早是伫1914年的时阵，互一位法国的食物学者伫阿里山地区发现，家己大学的食物研究团队试种了后，发现伊有经济价值，未来当加工做产品，而且种出来品质甲产量拢真稳定。在日前，我们也协助农科院那边向食药署那边申请那目前也正向表列，它是可以当做食品那未来如果农民在栽种成功之后贩售的话，也比较有保障。咱先用农会的资源咱家己先来试种试种成功了，慢慢达到有商业效益的时阵，咱家来推广给农民。绿草农会表示，即马种的这3500丛阿里山邮局花，按算伫11月到明年2月会当收成，会配合家己大学来研究开发做地包，希望达到会当推广真做是绿草乡新的地方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台文书架行道活动，带民众去到糕饼店、也个金纸店熟悉市场所使用的台语。路边呢，佫再安排这写毛笔的老师教民众写台文，互大家唔但会晓讲台语，佫会当一笔台文的书写。一群人咧踅传统糕饼店，有草仔粿、发粿加红圆，原本就是用台语发音的食物。过来去金纸店介绍拜拜会用到的各种金纸。中华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道活动，要互民众熟悉市场的台语文化。用拜拜这2个字，伊主本应该就是台语嘛。咱来讲大拜拜，它拜拜听起来就是拜拜。台语毋是一种附属于华语的物件，伊是本地就存在的。透过这个活动，一方面是鼓励这店家会使继续用台语来甲在顾客来介绍。用台语其实保存了足侪较早跩物件的用法，嘛会使甲这文化甲语言会使继续传落去。除了带民众去糕饼店、金纸店熟悉市场买卖的台语讲法，主办单位嘛规划用书法写台文字的活动，唔但要鼓励民众加讲台语，嘛希望推广台语其实有字的这件代志。一个语言要刷落去，唔是敢若听敢若讲，就是咱嘛最重要，咱渐渐爱甲台语的字找转来，台湾这个土地母语才会使传落去。我家己是做设计，甲文化是较有关系。语言的系统要甲做文章，也是讲要去甲书写落，一定是文字是一定是必要的。主办单位表示，来参加活动的人，大部分台语拢会晓听、会晓讲，但是对台文字就真生分。但是语言的传承，除了听甲讲，更加要紧的是爱有文字系统的支持，才会当互语言世代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讲到这普洛伊风台提到半暝，伫咧越南的中北部沿海登陆，这海涌有到8米悬，那有11个人死亡，而且有21个人失踪。另外呢，这越南政府也要撤离25万名沿海居民，这4个沿海机场也拢关起来了。迄阵伫海面浮溺沉的救援人员赶紧去救援，根据了解，有9人互救起来。风台普洛伊以每点钟117公里的速度，29透早伫越南中北部登陆。
越南气象预报中心表示，到10月初1，北部甲中部省份的降雨量可能有600毫米，雨水位可能会涨9公尺悬。所以越南政府计划撤离25万的沿海居民，包括岘港的21万人、顺化3.2万人、更铁城市豪情1.5万人。另外，包括越南第3大机场的岘港国际机场在内的4个沿海机场，拢已经关起来，还有超过200个航班被迫取消，也是已經改降其他所在。Đánh mạnh quá ghe cộ nó banh hết trên rồi, giờ ở đó cũng chịu chết thôi chứ về rồi em cố gắng bơi vào cho bằng được để kêu cứu hộ. 大水甲路拢淹去，佮因为风正透，铁厝的厝顶规个掀起。越南农总动员11.7万个阿兵哥来救灾。根据越南官方媒体報道，一個婚姻人予大水沖去，煞渡水死亡。 Quá khủng khiếp và nói chung 38 năm trong cuộc đời giờ mới thấy một cái cơn bão nó to và giật mạnh như thế. Cả đêm ngủ là không ngủ được, đùng cả đêm. Cửa kiếc chỉ là sập giật cả đêm nên là cảm nhận của mình thì thấy nó quá ghê gớm, quá sức tưởng tượng. 因為一禮拜來有2個風台侵襲亞洲，帶來嚴重災害。教宗良14世佇聖伯樂廣場為災民祈禱。 In questi giorni un tifone di eccezionale forza si è abbattuto su diversi territori asiatici, in particolare le Filippine, l'isola di Taiwan, la città di Hong Kong, la regione di Guangdong in Vietnam. Sono vicino alle popolazioni colpite. 根據越南災害管理局的報告，到目前為止，普洛伊已經造成245棟厝受損，挖賣1400公頃的稻田加其他農作物因為浸水爛去。 今年1月至7月，越南因為天災導100多人死亡，還是失蹤。那是去年9月的摩羯風台，也過600人死亡，佫造成越南33億美金的經濟損失。公司新聞新聞部編譯。 美國密西根州一間教堂裡陪伴活動，煞人賽車弄入來開槍放火，警方趕到現場，把這兇手逮死。這件事件有5個人死亡，尚無8人受傷。發生槍擊案的密西根州大貝龍市的摩門教教堂，因為真美火勢衝出陣陣的烏煙。根據警方調查，這間教堂禮拜舉行大型活動，有幾啊百人出席。 想要到稍後一個駛四門火車的人衝龍正門，然後駕駛炸槍路車開始掃射，使用的槍支親像是突擊步槍，槍手也個調監放火燒教堂，警方協報了後，緊急去到現場，佮甲槍手交戰，短短8分鐘，槍手就予警方斷死。The suspect, again, we'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right now, was neutralized at 10:33:44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at church. That suspect is a 40-year-old male from the city of Burton, who we identified as Thomas Jacob Sanford. 目前唔知影相關的犯案動機，也無清楚相關甲教堂的關聯。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已經介入調查，警方也佇相關的住所範圍有封鎖線。目前知影一名受傷的人情況危急，其他人是較穩定。教堂火勢已經拍花，警方佇巡視會場的時發現罹難者遺體，引發可能也有民眾受影響。I know there had been some church shootings like recently in the news, but like the fact that my hands are shaking, like it's 10 minutes down the road from where I live, my home. 8月，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天主教學校發生槍擊案，迄當時造成2個囡仔死亡。根據追蹤這類事件的槍擊暴力檔案組織統計，美州這件槍擊案是2025年以來美國發生的第324件大規模槍擊案。公司新聞劉小芬編譯。伫咧智利有全世界上界細隻的鹿仔，卻因為傷過細隻，定定互狗加貨車弄着，這動保團體也呼籲講，就要立法甲因保護。這隻動物想象一個看敢若狗，啊毋過因的頭殼的髮甲叫做普渡鹿，因為大隻了後身高較無50公分，是世界體型上細隻的鹿仔，主要分布佇智利南部的基洛埃島。普渡鹿出世了後前幾個月，身軀還閣白色斑點，甲動畫電影中真古水的小鹿斑比正共。毋過，這種真古水的動物，即馬當面臨生存的危機。Cerca de 50 pudús al año en Chiloé silvestre, lo cual es una cifra bastante alta considerando que es una especie amenazada. Se encuentra en categoría vulnerable, según lo que es las cifras de la UICN.
Y actualmente este año, el 2025, ya llevamos 18 pudús ingresados, de los cuales el 50% es por ataque de perro, el 33% por atropello。动保组织表示，普渡鹿仔的脚正瘦挑，佫无重，根本毋是汽车，也是真歹狗仔的对手，所以因往往会死伫路的，也是叫狗仔攻击，数量长快速减少。目前野外村差不多1万只，有新的鹿仔母伫冬春天的时阵，尤其较会受到伤害。Las etapas, las estaciones lo que es invierno y primavera, las hembras gestantes pesan más, por lo que es mucho más fácil ser depredadas por lo que son los perros de libre deambular. Por lo que a esta altura del año, que ya estamos en agosto, lo que más ha ingresado es por ataque de perro。动保组织是烦恼情况若持续恶化，普渡鹿为较会灭种，转为面临灭种，甚至得要灭种，也惊这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因呼吁当局赶紧采取行动，包括设置路票警示、加减速的设施，甚至制定一项新法规，防止乡村地区的弄动犬拍拍走。希望各界共同维护普渡鹿的生态地，互因会当保留一个生存活动古水的身影。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有真侪广场拢有分鸟，若总有分鸟就会造成困扰。这埔高台政府呢，和当地大学合作，唔免抬，唔免掠，把这港的分鸟掠来腌，对源头管制数量。真侪游客会买饲料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玻利瓦矿场饲粉鸟，和这个粉鸟数量愈来愈多，不过粉鸟多，环境垃圾传播一边，也可能影响城市的景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一直教育民众莫阁饲粉鸟，不过效果无好。昨晚波哥大政府甲安东尼奥纳洛大学合作，制定对人类环境有利，也未影响粉鸟的作育计划。Escogemos especialmente los machos para proceso de esterilización y las que están en un estado de condición ya con signos de enfermedad。将粉鸟的作育手术是甲因的烂核切掉，互因袂死。工作人员会先量这个将粉鸟的身长，看是毋是适合做麻醉加手术。要用这种作育手术来减少将粉鸟因为荷尔蒙影响会有攻击或者是找母鸟交配行为。Entonces nosotros desarrollamos para el manejo poblacional, además que otras estrategias como barreras antiparchamiento no cruentas, descarte de nidos con huevos que están regulados, también la clínica de palomas de plaza. Esta clínica tiene como objetivo regular las poblaciones de tal manera que se esterilizan los machos mediante una técnica establecida por la Universidad de Georgia en Estados Unidos que vino a Colombia。将粉鸟伫咧做手术了，也是会家己的空水抹药化，个人的饮食，会当互因顺利恢复健康。因为真侪来哥伦比亚旅游的观光客，拢会专工来饲粉鸟，翕相留作纪念。当地政府无搁再用传统捕猎、捕杀、无人道控制加减少粉鸟的方式，这么看起来效果袂歹。Se ha hecho una reducción de más o menos del 70% de las palomas en este punto, donde estaban supremamente concentradas debido a las dinámicas culturales que tenemos en la Plaza Bolívar。这项计划负责人讲，作育计划是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重要一步。因若其他国家像美国、西班牙甲新加坡，因用的方式是饲这款粉鸟食有避孕药成分的饲料，和这款野粉鸟袂生。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昨日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